你敢知影地球顶悬拢总有几种语言？你的母语是啥物？恁爸爸妈妈的母语又搁是啥物呢？统计资料讲吼，这个世界上拢总有7000几种语言的。不过吼，逐2礼拜就有一种语言断咧消失，有超过2000种的语言，因的母语人口吼，剩无到1000人。我咧想，语言吼，毋但是沟通的工具，伊嘛是代表一群人、一个民族安怎去熟悉这个世界、交流连接的方式。讲母语吼，互咱有归属感，啊嘛，互全人类的文化吼是多元佮精彩。你若感觉吼，甲家己的母语介差分，无要紧。2月1日是世界母语日，教育部甲诚品册店伊有办讲座甲展览，会当来听母语创作者的分享，佮有母语配音的放假通好看哦，一定要来楼顶招楼骹，做伙来参加。